好，你一步啊，咁啊，幸運星球應聲彈出啦，外邊千杯經典跟制啦，幸運星球一馬當先就飛啦，跟住響第2位嘅馬呢，就千杯經典啊，守住內欄第3，安康萬里啊，快靚王第4，內欄第5赤壁啊，外邊第6黑衫有超力量啊，中間第7紅衫紅帽富國兄弟啊，後邊嗰5匹馬何好運將鋭非凡達紅眼罩尾3，尾二呢就風雲武士包咗落尾平天紅嚟㗎，好啦，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幸運星球佔先少少，安康萬里率先上嚟過佢啦，中檔位置追嘅馬有千杯經典啦，中間位置仲見到有快靚王啦，外邊呢就風雲武士，入邊係赤壁啊，最後100零米啦，安康萬里走嚟咗大約1個身位，外邊風雲武士一路追緊上嚟，接近終點第1名，安康萬里到道線，跑第2名外邊追上嚟嘅馬係風雲武士啊，第3名埋邊放頭嗰隻幸運星球，第4名就要影相啦，分別有赤壁啦。中間紅衫富國兄弟啦，外邊仲有隻快靚王。結果今場賽事安